而家會正式開始㗎啦。好，咁我哋呢個海洋減塑創新挑戰賽咧，係由賽馬會十塑行動教育計劃舉辦嘅，而賽馬會十塑行動教育計劃咧，係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海洋公園主辦，潔淨水域行動協辦同埋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作為呢個技術顧問嘅。咁我哋成個比賽嘅主題咧，係希望啟發同埋培養新一代對環保創新科技嘅興趣啦，同埋鼓勵學生思考同埋提出創新嘅解決方案嚟應對日益嚴重嘅海洋塑膠污染問題。我哋希望同學仔可以提出多樣性嘅創新方案，例如運用綠色科技清理海洋塑膠同埋防止塑膠進入海洋，以及用其他嘅創新方法等啦，去減少呢個海洋污染嘅問題嘅。咁我哋參賽隊伍嘅要求咧，係必須要嗰個隊伍嘅成員啦，係學校嘅即係香港註冊嘅中學啦，同埋係報名嗰隊嘅中學學生，同埋係嗰間學校嘅負責老師嘅。而我哋每一隊嘅隊伍總人數咧，最多係6個人，5名學生再加1名負責老師，而學生人數最多咧都只可以係5人嘅啫。我哋每一隊伍嘅最終學生人數咧，將會以作品描述表格為準嘅。如果隊伍嘅人數同埋名單有任何改變咧，必須要喺提交作品嘅限期之前提出，同埋要獲得我哋主辦機構嘅通過。如果你如期申請嘅話咧，我哋就不獲接受㗎啦。而且每一間學校咧係可以派出多於1隊參加嘅，但係咧同學咧就唔可以喺2隊隊伍之中重複。而我哋初賽嘅參賽要求咧，係隊伍咧係需要通過呢個設計嘅簡報啦，去介紹你哋嘅作品內容咧，係要包括創新點、設計嘅實施方法啦、設計嘅應用說明同埋成效等。而嗰個設計簡報咧係唔可以超過20頁嘅。而參賽隊伍咧都需要錄製一段唔長於3分鐘嘅短片，去介紹你嘅設計構思同埋理念啦，以及你嘅簡報內容嘅。而且呢條影片咧係需要上載到 YouTube 嘅平台啦，並且設定為不公開嘅影片。而嗰個 YouTube 短片嘅連結咧，必須要連同設計簡報、立體模型設計圖同埋作品描述表格咧一併提交。而決賽嘅要求咧係我哋會喺初賽嗰度挑選10隊進入決賽，而進入決賽嘅10隊咧係需要蒞臨海洋公園進行評審嘅，並且喺評審團面前用英文進行15分鐘嘅作品演示，而演示方式咧係不限嘅，而且喺進行15分鐘嘅演示之後咧係需要接受5分鐘嘅問答，而我哋陪審團咧會由香港海洋公園代表、Keen's Waterways Initiative 嘅創辦人以及 A 土嘅代表咧去，而地點咧就會喺香港海洋公園，日期就會係2025年嘅6月28日星期六，時間同埋場地會待定。而所需要提交嘅作品格式咧係有以下呢幾項嘅呢度。咁每一隊參賽隊伍咧係需要喺5月16號星期五晚上11點59分或之前，將以下呢啲文件提交到網上系統。而我哋嗰個網上系統咧已經會係連同作品描述表格一齊㗎啦。咁所以喺作品描述表格入邊咧係需要提交埋立體模型設計圖。
3分鐘以內嘅講解短片，而呢條短片咧，我哋係會以 YouTube 連結去接收嘅，同埋要一個不多於20頁嘅設計簡報，而格式咧就應該會係 PDF。而嗰個立體模型設計圖咧，如果各位學校有需要，可以將設計圖打印啦，同埋製作成為立體模型嘅，但係就必須要喺短片中展示同埋介紹。而呢6項咧就會係我哋比賽嘅規則，我就唔會喺呢度逐一介紹啦，因為喺各位確認報名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簡介 send 翻俾各位學校嘅，咁到時咧詳情都可以喺個簡介入邊度見到，同埋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可以喺而家呢度影相。而講解一下我哋成個比賽嘅日程啦，就係首先參賽隊伍係需要喺3月5號星期三晚上11:59或之前提交網上報名表格，而成功報名之後咧，我哋會喺3月5號之後發出一個確認參賽嘅電郵嘅。而去到5月16號嘅晚上11:59或之前咧，就需要經網上去提交呢個作品描述表格啦、立體模型設計圖、YouTube 短片嘅連結，同埋一個設計簡報嘅。而我哋評審咧會根據評審嘅準則進行評分。而我哋初賽嘅評審咧會喺提交嘅作品之中選出10隊進入決賽，並且會喺6月13日星期五或之前通知參賽隊伍係咪獲選進入決賽。進入決賽嘅10隊咧，係需要喺2025年6月28日星期六嘅早上莅臨海洋公園啦，並且喺評審團面前用英文進行15分鐘嘅作品演示，以及接受5分鐘嘅問答。獲勝嘅5隊咧，係需要喺25年嘅11月，我哋計劃嘅嘉年華暨頒獎典禮向公眾展示同埋介紹翻你哋嘅參賽作品。而呢個就係啱啱嘅時間嘅一個列表啦，咁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影低。好。而且我哋呢個比賽咧係會有免費嘅工作坊俾翻每一隊參賽隊伍參加嘅。而呢啲工作坊咧，其實就會有以下呢2項啦。咁係希望咧同學仔可以了解更多海洋塑膠嘅知識，同埋幫助翻佢哋繪畫作品嘅立體模型設計圖嘅。而第一個呢個海洋塑膠同埋太陽能船隻嘅工作坊咧，其實就會係我哋十數行動教育計劃嘅一個主要嘅項目啦。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老師咧可以喺佢哋遞交作品之前咧，帶啲同學仔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工作坊或者係教育計劃嘅。因為其實呢個教育計劃可以好詳盡咁樣介紹翻而家海洋塑膠污染嘅問題啦，以及可以睇到我哋協辦機構嘅一架太陽能船，咁佢哋可以喺了解清楚海洋塑膠污染問題之後咧，先至去進行我哋呢個比賽咧，咁佢哋就可以更加好咁樣去了解我哋呢個成個主題啦，同埋呢個 3D 模型設計軟件嘅工作坊咧，地點咧我哋會喺英華書院度進行嘅，因為咧其實呢一個工作坊就會係由我哋一個技術顧問啦 A 圖去負責嘅，咁我哋會有3個時段咧去俾翻學校去選擇嘅，咁就會係3月15號、22號同埋29號，咁就會有3個時段俾翻學校同埋同學仔去報名。咁同埋我哋嘅比賽獎項咧，就會有2樣嘅。首先咧，第一個就係頭5名嘅隊伍咧，就會各獲得港幣1萬蚊嘅發展基金啦。而佢哋都會獲得獎座、得獎證書同埋海洋公園門票。而每位參賽者咧會有2張嘅。
而第6至10名嘅隊伍咧，就會各獲得證書同埋海洋公園門票，同樣都係每位參賽者有2張。而所有有遞交初賽作品嘅參賽隊伍咧，都會獲發電子參賽證書1張。而評審準則咧，就會係以下呢幾項。我哋評審委員會咧，就會用以下嘅評審準則去進行評分。喺初賽得分最高嘅10隊將會進入決賽，而決賽得分最高嘅5隊咧，將會獲勝嘅，而排名係不分先後。而評分準則咧，係包括創意佔25%、設計構思及理念佔20%、可行性佔15%、成效都係15%、可持續發展15%同埋匯報技巧10%嘅。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喺呢度影低